之前幾條片咧就講咗利物浦同埋阿仙奴，不如今次俾我試下講下車路士啊。因為我覺得車路士嘅問題咧，其實好值得任何球隊咧拎嚟借鏡嘅。咁我又唔知車路士球迷，你哋對沙比亞朗素就嚟接手有咩諗法呢？不妨 comment 分享下。我自己咧就開始覺得已經有少少出師不利嘅感覺啦。原因咧就係古古利拿咧轉會去咗皇馬，但其實咧古古利拿嘅離隊咧只係屬於車路士咁多問題入面嘅冰山一角嘅啫。所以今條片咧，我想更加詳細去講以下幾個問題。第一就係車路士依家有啲咩內憂外患。第二，沙比接掌車路士究竟有咩利好因素呢？第三，沙比嘅足球原則係咩？點解佢喺利華古遜可以成功，但係喺皇馬又失敗呢？第四，如果將沙比亞朗素嗰套戰術套用翻入嚟車路士現有嘅人腳，究竟佢可以點樣排陣呢？咁第五就係咧，佢應該喺嚟緊呢一季最應該先做邊幾件事，咁佢先可以爭取多啲時間，係可以喺車路士教得耐啲呢？如果大家有咩睇法嘅，不妨 comment 分享一下啦。首先我要澄清，我唔係車路士球迷嚟嘅，但係作為一個旁觀者咧，我歸納到車路士咧至少有以下六大問題，咁我逐一同大家解釋下咯。咁第一，車路士嘅轉會方針的確係非常之混亂，結果依家咧就引致咧一啲財政壓力啦。咁大家都知道車路士呢幾年買人真係買得好癲啦。Blue Code 入駐咗之後咧，喺轉會市場咧就搞好似打機玩 FM 咁，但係現實足球唔係咁噶嘛。你買人除咗要俾轉會費，仲要出人工啦，仲有其他成本嘅。更加重要就係球會咧要滿足財政公平條例，即係代表你唔係有錢咧就大晒。而最慘嘅就係車路士買咗好多球員，但係個成績咧又唔係穩定到每年咧都有英超爭到前列位置，又唔係可以長時間入到歐聯或者歐霸呢類比賽。咁結果咧就搞到收入咧非常之唔穩定啦。咁咧就會跌咗入去一個好奇怪嘅漩渦，就係明明咧球會咧係有錢嘅。但係咧又要通過賣人啊，同埋去用啲財技咧去填翻人條數。咁最容易買嘅，往往就唔係最冇用嘅球員。咁啱啱講到嘅古古利拿咧，就係一個例子啦。你話佢冇用咩？絕對唔係啦。而且可能沙比亞朗素咧，其實係好適合咧有古古利拿呢啲球員喺度嘅。但係皇馬一出手，價錢又唔低，而且古古利拿自己又想走，車路士一見到又可以退演喎，咁啊逼住要賣咗出去啦。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車路士個陣容咧太大啊，但係其實咧個主線啊又或者啲核心咧就唔清楚嘅。咁車路士的確係買咗好多年輕有潛力睇落去幾好嘅球員，但係個問題係足球比賽唔係打機啊嘛，你唔係擺晒一堆88分、89分、92分嘅球員出嚟，佢哋咧就會自動波咁識踢好場波嘅。更加重要就係你要有一個清晰嘅戰術系統，要知道邊11個球員係主力。邊5至8個人係主要嘅輪換，而且仲要知道喺場上面邊啲先係真正嘅球隊核心，邊啲球員咧其實係可以唔要嘅。如果你都搞唔清楚呢一點嘅話咧，就算我俾你車路士買晒 C 朗、美斯、耶馬、麥巴比翻嚟都冇用噶，因為其實班球員根本都唔知自己嘅角色係咩，而且嚟到球會佔幾重要嘅位置，佢哋又唔知，咁個結果就係球員雖然有好多啊，但係同時咧你又唔知道點樣先可以砌到一個最好最有效嘅陣容。咁下一個問題咧，我覺得其實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嚟嘅，就係咧車路士咧成日咧都中意玩重新開機，喺度係咁換教練。每次換一個教練咧，班球員咧就要重新去學一套新嘅戰術，佢哋要重新去學 build up 啦，重新學防守同埋進攻嘅企位啊、走位，幾時上、幾時落、幾時壓、幾時收翻嚟。更加麻煩嘅就係有啲球員可能喺前任領隊之下咧就係正選嚟嘅。但係個新教練一嚟到咧，可能咧就唔啱我踢法啦，咁咧就變咗唔再重要啦。如果我係啲球員，我連自己下季或者甚至咁講下個星期仲係咪主力我都唔知，咁我點樣可以好安心咁專心踢好場波呢？咁當然啱嘅，因為合約佢哋都仲有糧出，但係正常職業球員都想專心踢波㗎。你一年換一個教練，甚至一季入面有2、3個教練，咁請問我可以點做呢？而且當個球隊一亂咧，班球員自然啊發揮就會差啲，咁球會見到咧又會覺得係班球員唔夠好喎，於是咧又會亂咁買人啦。結果就係咧買完班球員翻嚟換下教練，又買另一班球員翻嚟，然後又換教練，呢個循環真係黐 Q 線。第四個問題啦，就係車路士呢隊波咧，我自己認為啊根本就冇一個成熟嘅大佬咧去帶住呢班後生仔踢嘅。車路士唔係冇球星，但係好多仲係喺成長階段。你想一隊波要穩定，想可以長期爭到去英超嘅前列，又或者入到歐洲賽想行得遠呢，
唔係淨係講年輕有質素有潛力噶嘛，你仲要場上面可能有一兩個年紀大少少，但係其實比較成熟嘅球員，或者我哋所謂嘅大佬啦，咁佢帶住呢班後生仔踢咁先得噶嘛。咁第五個問題啦，就係就算俾你知道邊啲係核心球員啊，佢哋自己嘅去留你都唔肯定。一開頭就講咗古古利娜啦，依家令人最擔心嘅另一個就係安素費南迪斯啦。好明顯安素就有心想離開車路士啦，公開嘅秘密嚟㗎啦呢個。但係咁樣對沙比亞朗素嚟講咧，其實係非常之麻煩。點解咧？佢走咗，你又要揾另外一個核心。就算俾你勉強留得低安素，佢都未必一心一意想幫你車路士效力啦。但係其實理論上嚟講咧，安素嘅能力唔差嘅喎，而且其實幾啱沙比亞朗素嘅戰術添。但係沙比亞朗素未正式開工，古古利娜走咗啦，安素咧又好大機會會走，咁就唔係一個簡單嘅問題啦，而係成隊波嘅軍心問題嚟嘅。嗱，你諗下咯，假設你係一個新教練，你去到一支球隊，你會最想做係咩咧？俾着係我當然想先知道呢隊波入面邊個會係我下一季嘅核心，然後定好個陣式，然後再定唔同球員做咩角色噶嘛。但係依家係我連個棋盤上有邊幾隻棋真係可以用，放心去用，我都未知。咁請問我點樣可以砌好隊波呢？第六個問題就係車路士嘅球會管理真係智障級，甚至真係黐 Q 線。舉個例，馬列斯卡最好例子啦，其實佢有啲料嘅喎。至少佢令車路士有段時間踢得係比較有結構，有翻一啲比較清楚 build up 模式，對波咧亦都開始温得順啲。但係最後咧，佢又搞到同車路士嘅關係咧就破裂咗。其實呢個唔係成績問題嚟嘅，因為有報道提過佢同球會內部、醫療團隊、高層之間都出現過分歧。佢甚至暗示緊球會入面根本上唔係所有人都支持佢嘅。咁你聽到呢度其實都幾灰喎，因為車路士最大問題其實唔係請唔到個好教練啊。而係請到一個好教練之後，成個球會又唔係一心一意咁去支持佢。咁你請一個教練翻嚟想做咩先？其實你應該係想盡力幫佢，然後等佢建立自己嘅風格，然後再喺足球場上面俾翻球員去發揮出嚟噶嘛。嗱，咁個轉會咧又係高層主導，球員可以出幾多分鐘咧？可能又要睇醫療團隊面色。球員買賣咧又要諗埋點樣去填翻你條數。有一段時間踢得唔順，班高層又開始冇耐性。咁我想問下喺呢個環境底下，我作為一個教練，點樣可以安心咁真正建立同埋實踐自己想踢嗰套足球理念出嚟呢？冇可能噶嘛！講到呢度，我好似一輪嘴係咁數，好似覺得車路士完全冇希望。咁其實我幫佢講翻句説話，唔係嘅，我都覺得呢係有以下幾個利好因素嘅。咁第一，車路士其實呢不乏好球員嘅，例如彭馬、卡斯道、列斯占士、高維、古斯圖、拉維亞、祖奧柏度呢一堆啊。如果你亦都可以留得低安素，又令到佢可以開心咁跟沙比踢波咧，其實呢班人嘅能力真係唔低，唔一定拎到冠軍，但係以咁嘅人腳，我覺得係英超入到前四應該會做到咯。但係個問題係點樣將呢堆咁靚嘅料炒成一碟靚餸出嚟 present 我哋睇啊嘛。咁呢樣就要沙比同埋車路士球會互相合作，大家好好坐低咁諗下啦。咁第二個利好因素咧，就係車路士班球員咧，普遍咧都係年輕，仲有成長空間。嗱，我知你會咧 challenge 我，就係咧呢一點同話之前冇大佬咧，好似有啲矛盾。你負面咁去諗，當然可以話佢哋欠缺經驗，但係正面啲咁去諗咧，你亦都可以話佢哋仲有衝勁咧，想令自己進步啊嘛。而且呢班後生仔可能仲處於一個比較聽教聽話嘅階段，仲未識得耍大牌。咁所以如果沙比亞朗素有一個比較清晰嘅結構，話到俾佢哋知喺場上面做乜咧，佢哋可能願意基於自己嘅前途着想咧，或者想令自己更加進步咧，係會願意幫沙比亞朗素去賣力嘅。咁第三個利好因素咧，就係沙比亞朗素今次官方嘅職銜咧係叫做 manager。嗱，咁 Blue Code 入主咗之後咧，車路士好多時啊請教練都係用 head coach 咁嘅名去請，而且喺車路士炒咗之前個四眼仔領隊羅斯尼亞之後咧，佢係出過個官方 statement 話會好好反省噶嘛。咁我唔知佢係咪車大炮定係鳩噏啦，但係希望佢哋真係做到啦。但係個問題係沙比亞朗素名義上係 manager， 但係實際上會有幾多權力咧？我真係唔知。佢可唔可以決定到邊啲球員一定要留低？可唔可以直接同高層講邊啲球員咧？我唔啱使㗎啦，可以賣。可唔可以同高層溝通，幫手買一堆佢真係個體系需要嘅球員咧？呢啲種種問題我哋都唔清楚，我哋只可以拭目以待嘅啫。如果最後沙比亞朗素只係有個 title，但係其實冇實權嘅，
咁我覺得最後其實都係會重演翻馬列斯卡嘅問題嘅啫。咁第四個利好因素咧就係沙比亞朗素其實唔係一個死板教練嚟嘅，佢喺利華古遜成功咧，其實唔係淨係因為佢只係識一個陣式，或者佢個3-4-2-1咧玩到幾神化。其實咧佢係一個有清楚原則得嚟，又可以因應球員而作出適當調整嘅領隊嚟嘅。咁最後一個利好因素咧就係車路士咧下季係冇歐洲賽。呢一點咁樣講好似好衰，但係其實冇歐洲賽咧，的確會令沙比亞朗素少啲壓力，唔使成日都要一周多賽，考慮太多輪換嘅問題。咁樣咧就可以俾佢有更加多時間同埋精力去好好集中諗邊11至15個正選球員可以好好咁用好佢哋，上翻一個正確嘅軌道。所以咧，如果車路士識得好好把握呢啲利好因素嘅，我唔會話呢隊波完全冇希望。但係關鍵係頭先我所講嘅利好因素，可唔可以去抵消翻管理層過去幾年造成嘅混亂呢？真係拭目以待啦。咁我依家講講沙比亞朗素自己本人啦，或者佢嘅戰術啦。沙比亞朗素喺利華古遜嗰2年咧，俾我哋見識到最多嘅就係佢嗰套3-4-2-1。但係其實個重點唔係3-4-2-1呢幾個數字，因為陣式咧就死嘅，落到場點樣踢咧先係個重點啊嘛。嗱，因為我主要係想睇大列沙卡同力斯啦。咁憑我有限睇利華古遜嘅比賽咧，我覺得沙比亞朗素嘅戰術咧可以有以下幾個重點嘅。第一就係個後場咧會保留到唔少出球點。第二個重點就係咧沙比亞朗素嘅戰術底下咧，翼位呢個位咧係非常之重要。佢哋係需要咧拉闊啦，要壓上去啦，又要識得回防啦，咁咧變成一個轉換節奏嘅重要工具。第三個重點就係 half space。沙比亞朗素唔係淨係叫兩邊咧不斷傳中㗎，佢又好重視兩邊中路同埋邊路之間嗰個位。咁利華古遜當年咧就打起咗域斯，點解咧？因為佢正正可以喺呢啲位咧接波轉身做連結，而且憑佢豐富嘅創造咧，佢可以塞一啲好致命嘅最後一腳咧入禁區。咁第四個重點啦，就係沙比亞朗素嘅防守轉換咧係好有紀律嘅。佢成功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咧，當隊波進攻嘅時候失咗波咧，佢係會即刻做反搶，或者短時間內咧就要求咧成個球隊咧去返一個相對穩定啲嘅防守狀態。咁最後一個重點啦，就係沙比亞朗素其實有時咧都會打得好直接㗎。佢唔係一個完全迷戀控球，一定要慢慢猜入去嘅教練嚟㗎。有需要時佢對波真係可以一腳長傳轉邊。所以個總結就係沙比亞朗素係有結構得嚟，唔係死板。同時間佢皇馬嘅經歷咧，可能咧都會令佢成長咗。佢喺皇馬點解失敗啊？因為就係控制唔到個更衣室啊嘛。大球星有自己嘅習慣，有自己嘅脾氣，有自己所謂嘅風格。而車路士雖然冇皇馬咁多真正嘅巨星，但係其實咧都有另外一個問題，人太多，角色太亂，年輕人又多，而且可能每個人咧都想證明自己。呢種情況其實都可以好頭痕嘅喎，因為沙比亞朗素唔係淨係要識得排陣咯，佢仲要安撫到呢班球員，快啲建立到規矩，俾佢哋知道唔可以亂咁嚟，邊個唔聽話嘅就可以直接收皮。咁講到呢度，我哋講翻啲實際少少，睇下如果沙比亞朗素真係直接將利華古遜嗰套3-4-2-1搬落嚟車路士，究竟會點樣排陣啦？先講咗龍門啦，正路嘅就應該係山齊士，而且依家傳緊佐真信咧會走啊嘛。但係依家咧傳到好行咧，就係車路士可能會想俾機會咧，嗰個比利時年輕門將，我譯佢做彭達斯啦。咁老老實實啦，我自己覺得山齊士今時今日仲踢到車路士正選門將位咧，其實真係奇蹟嚟嘅。但係我同時間又會諗，我覺得下一季都會有一段相當長嘅時間見到山齊士咯，因為我估沙比亞朗素唔會夠薑直接用彭達斯啩。至於個3個中堅方面咧，高維如果冇病冇痛，應該都係其中一個穩膽嚟㗎啦。佢出波嘅能力、身體嘅條件咧，我覺得咧係真係唔差。但係我唔知道佢會真係踢中間個中堅啦，定係偏左一個？因為咧高維我冇記錯嘅話咧係左腳嘅。另外2個比較大機會踢3中堅嘅位咧，我會覺得係科芬拿。但係當然要佢冇傷，保持健康啊。因為其實咧佢係適合嘅，佢速度有，身體質素有，覆蓋範圍亦都有。而最後一個位，我覺得可能係查魯巴。咁當然可能車路士都係轉窗買人嘅，咁呢樣嘢我估唔到啦。咁你夠薑嘅，直接去皇馬搶下曉神過嚟都得㗎。咁至於艾迪拉比奧同埋巴迪亞舒利咧，我就覺得呢2個人機會咧比較問水啦，而且咧比較大機會走。咁仲有一個後生仔艾占邦，呢個我真係唔熟，所以我 comment 唔到。
咁至於兩個翼位非常之重要啊。咁右邊呢都係列斯占士同埋古斯圖之爭啦。列斯占士唔傷，又係隊長，咁啊肯定係占士啦，都冇乜好諗。咁左邊呢，因為古利娜走咗，咁最正路咪擺客圖咯。咁當然你都可以話，如果出唔到客圖，又或者你想客圖踢左中間個位，咁你都可以占士或者古斯圖去客串踢左邊嘅。咁上季大家都見過啦。但係我啱啱都講過，沙比體系下面翼位好重要噶嘛。咁不如正正經經用翻客圖啦。不過咧，大家都有心理準備，客圖咧下季咧可能會交下學費嘅。同埋咧，好似話車路士而家傳緊想回購 Lewis Hall 啊嘛，係嘅話咧都唔錯嘅。本身中場出身做 build up 又唔差，即係楞住個波咧又 OK 喎，然後啲 progressive passing 咧都唔錯。咁至於兩個墮後少少嘅中場咧，我覺得如果你留到安素費南迪斯嘅話咧，咁就安素加卡斯道啦。但係個問題就係咧，喺沙比嘅體系下面咧，呢兩個人咧就要比較清楚咁分工啦。如果嗰兩個 wing back 壓得太高嘅，咁究竟邊個去負責補翻邊路嘅身後位呢？如果當個進攻失咗波，邊個第一個時間反搶？呢啲全部都要演練。如果安素費南迪斯真係走，咁我咧可能就會俾機會咧 A 山道士啦。咁你亦都可以諗下拉菲亞嘅，但係首先都係嗰句，要佢唔傷，健健康康先得。咁再講講前面嗰兩個攻擊手啊，正路我覺得高爾彭馬咧應該咧就係其中一個位嚟嘅。佢走唔走，我估唔到。如果出高爾彭馬，咁係咪應該擺翻佢喺偏右邊嗰個 half space 位呢？等佢喺右邊 cut 翻入嚟中間，可以接波轉身做最後一傳，又可以射門。呢個角色咧，好似咧就係域斯喺利華古遜做緊嗰個角色啦。咁另一邊個 half space 用邊個好呢？咁我自己諗第一個可能係柏杜尼圖。但係如果當艾斯迪和好翻，點樣放佢好呢？我諗你唔會想放棄艾斯迪和啩？佢上季睇得唔差嘅喎，有咁大潛力。咁會唔會試下艾斯迪和打翻熟悉啲嘅右邊，然後試下將彭馬調去左邊試下呢？呢個我唔知啦。所以咧，我會覺得一開季嘅時候咧，可能咧柏杜尼圖打翻左邊咧，咁係會比較合理嘅。柏杜尼圖有速度啦，有1對1個人嘅能力，喺邊路又有推進能力，而且有時可以 cut 翻入嚟中間，直接啲嘅。彭馬就真係似一個中前場嘅創造核心啦。有時咧個節奏慢啲，但係咧佢掕下波帶下波，有時可以整腳遠射，亦都可以做到致命嘅最後一傳。咁至於正前，我覺得早就拍到啦。大立如果唔俾人賣走嘅話咧，都係等佢磨練下先啦。咁大立有身體對抗質素嘅，有衝擊力嘅，但係上季表現真係唔掂咯。咁所以最後嚟翻呢度啦，講到沙比怎麼辦？我覺得你要沙比亞朗素第一季嚟到車路士，就學佢喺利華古遜咁樣爭冠咧，唔好咁戇居啦，現實啲啦，大佬。佢首先做咗以下6件事先啦。第一，盡快喺頭3個月定咗基本陣式先，3中堅又好，4後衞又好，你點樣玩混合變形都好啦，唔可以每幾場咧又變一次嘅。作為球迷可以接受到未必即刻贏晒每場比賽，但係至少要睇得出車路士呢隊波想點踢啊。第二咧就係快啲固定到8至9個咧正選球員嘅位置，決定到高爾彭馬點用，卡斯道做啲乜，安素費南迪斯可唔可以留低，留得低之後叫佢點樣踢，究竟高維踢左中堅定係最中間個中堅，詹士同埋古斯圖，如果佢哋真係兩個一齊都傷咗，咁右邊個右翼位可以出咩人？而且快啲定客圖係究竟踢左閘左翼位定係左中堅？呢啲問題要快啲諗清楚。第三，頭先都提過下啦。如果你用高爾彭馬做核心，附近放咩人幫佢？咁第四啦，處理好個防守轉換先。沙比亞朗素嘅波，你想佢進攻好睇之前呢，其實呢更加注重就係要失咗波之後點樣唔好散個陣營。沙比亞朗素第一季嚟到呢，就要令球員知道，假設我傳波失咗波之後，第一下邊個人開始負責去壓，邊個負責補位，邊個睇住中路。如果呢幾樣嘢搞唔掂嘅，你前面入幾多粒，有幾多個天才都冇用。再下一樣嘢要做嘅就係事後尾坐低同球會慢慢諗清楚，咩人要清走，咩人要邊緣化。呢句説話唔好聽，但係一定要做，因為車路士太多人太多冗員啦。如果沙比亞朗素想比較專心建立到一隊波，應該要快啲分清楚邊啲可以係未來嘅核心，邊啲人要留翻低作輪換，邊啲人真係唔啱用嘅。同球會講賣咗佢啦。
最後一件事，亦都係最現實嘅事，就係快啲有成績去爭取多啲時間。呢句説話點解咁講？車路士嘅高層幾冇耐性，大家都知，所以車路士唔可以一開波輸得太多，又或者喺大賽輸得太樣衰嘅。沙比亞朗素要時間，但係時間唔會自動送上門㗎，你需要咧成績去爭取時間，亦都要喺球場上踢出好表現，你先會說服到球迷㗎嘛。你亦都要俾個高層見到你有進度，更加要用勝利去令班球員有信心，肯聽你支笛。所以我覺得沙比亞朗素第一季嘅成功標準咧，就係要令球迷同埋車路士球會覺得今次呢條路咧真係清晰嘅，唔使再玩多一次 restart。咁季尾希望佢仲可以向住前四或者爭取歐聯資格方向行啦。但係如果你發現佢喺聖誕節嘅時候個陣式仲係好飄忽，球員嘅角色又唔清楚，成日變嚟變去，成績又唔係好穩定嘅，咁我諗沙比亞朗素今次咧又好似皇馬咁衰到鑊㗎啦。所以我覺得沙比亞朗素第一季真正要做，唔係將車路士變成利華古遜，佢應該係要阻止車路士變成近年嘅車路士，然後慢慢將車路士變翻以前嘅車路士。咁我希望大家領悟到我呢句説話咩意思啦。咁嚟到最尾俾個小總結啦。其實我自己覺得車路士今次請沙比亞朗素咧係一個幾合理嘅決定嚟嘅，因為沙比亞朗素嘅優點咧，可能正正就係車路士咧依家最欠缺㗎啦。沙比有紀律、有結構、有彈性嘅，而且咧都幾清晰知道球員要做啲乜。如果佢可以好好利用呢啲能力，將一班球員砌成一隊有能力嘅波咧，咁咧其實可以為車路士咧解決唔少問題嘅。沙比亞朗素有冇能力咧？呢點咧，我覺得唔好懷疑太多。佢喺利華古遜嘅時候咧，都算係證明咗自己㗎啦。但係個問題係車路士而家的確有太多問題啦，所以沙比亞朗素最後可以走到幾遠，我覺得其實唔一定係佢能力，係反而比較更取決於車路士球會本身自己嘅做法啦。咁我希望車路士可以俾到沙比亞朗素一個更穩定嘅環境，而且真係可以因應佢嘅需要去買賣球員啦，幫佢組隊啦，同埋俾足夠嘅時間去搞清楚陣式同埋點樣排11個正選球員啦。如果車路士真係做到呢啲嘢嘅，咁我覺得車路士唔係冇得救嘅。但係如果做唔到呢，咁又可以睇車路士玩 restart 咋啦。所以我呢個非車路士球迷都希望沙比亞朗素好運啦。嗱，講一番心底説話我自己係阿仙奴球迷嚟嘅，所以由王時代同埋摩連奴教車嗰陣咧，我都幾唔鋸車路士呢隊波。但係呢幾年見到佢搞成咁呢，我真係有少少唏噓。作為球迷，我都想車路士快啲重拾正軌，因為咧，我覺得佢哋啲波真係幾好睇㗎。嗱，大家點諗？不妨 comment 講下啦。如果你中意呢類嘅足球分析，記得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 出去啦。我之後咧會做多啲呢類嘅分析，講多啲足球故事、足球冷知識、足球與科學嘅，咁就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啦。